塔鸾节期间提供免费公共交通服务。新闻发布会于2023年11月20号在万象市运输和交通厅举行，并规定3个服务站点，即早市服务站点、华货市场服务站点和塔鸾湖市场服务站点。万象市运输和交通厅副厅长宋尼西通坎先生，万象市交通警局局长桑黄潘马拉中校，万象市巴士公司规划与运输部负责人塔诺西德文颂先生共同表示，为了减少塔鸾节期间的交通拥堵，交通和运输厅与万象市巴士公司和老挝智能出行有限公司在塔鸾节期间，即11月23号到27号晚上5点到11点30分，联合提供免费公共交通服务。万象市巴士公司将提供9辆45座巴士、16辆25座巴士。老挝智能出行有限公司将提供50辆橙色4到6座车为公众服务。使用私家车前往塔鸾节的人士，可将车辆停放在3个指定地点：早市停车场、华货市场前服务站点和塔鸾湖市场。此外，接送乘客服务站点为苏帕努冯路、西通路、海虹路、塔德路和湄公河路，可在早市停车场停车，能停放400多台车辆。凯山峰威汉路、汪塞路可在旧塔鸾市场停车场停车，能容纳300多台车。纳海路、堪派蒙路可在塔鸾湖市场停车场停车，能停放200多台车辆。上述塔鸾湖市场停车场在节日期间提供节日活动场地与该停车场的免费接送服务。